星期二，在德国的慕尼黑以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，还有伊斯坦布尔，都有一些维族人及其支持者举行抗议活动。他们反对中共当局对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抗议者的镇压，要求能够给予他们自由。约250名示威者身着传统服装，聚集在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前，反复呼喊着给维吾尔人自由的口号。他们试图进入中使馆，但被警方阻挡。在伊斯坦布尔也有约300人在当地的中领馆前发起抗议，他们焚烧中共国旗，以抗议发生在新疆的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暴力冲突。抗议者阿卜杜塞里图兰说，居住在土耳其的7000万人，每人都应当用自己的一颗心向中共施压，发出声音去抵抗中共的迫害。土耳其外长达武特欧鲁呼吁各方停止新疆的暴力事件，查处缘由，让新疆恢复和平。当天，在德国慕尼黑也发生维吾尔人抗议，示威者指控中共镇压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。气愤的示威者还与警方发生了冲突。